各位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香港股市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11號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港股市場延續升勢，三大指數齊齊收高，恒生指數收報24,366.94點，上升0.84%；恒生科技指數收報5,451.20點，上升1.09%；國企指數收報8,864.72點，上升1.12%。全日主板成交金額約為2351億港元，市場氣氛明顯偏向正面。年初至今，恒生指數累計升幅已經達到21.5%，科技指數累計升幅22%。港股喺全球主要市場中表現突出，跑贏大部分新興同埋成熟市場。今日市場焦點離唔開中美經貿磋商嘅最新進展。中美雙方於倫敦展開首次經貿磋商機制會議，雙方喺多項議題上達成框架共識。市場解讀為中美關係有望進一步緩和，直接刺激港股風險偏好回升。加上內地5月 CPI 略高於預期，市場對內地進一步推出刺激政策嘅預期升溫，亦都為港股帶嚟支持。從板塊表現嚟睇，今日稀土、汽車、券商及新消費板塊領漲，醫藥同黃金板塊則出現明顯調整。稀土出口政策有望放寬，帶動中國稀土、00769、金力永磁、06680等龍頭強勢上揚。汽車板塊方面，蔚來、SW09866、比亞迪股份、01211、小鵬汽車 W09868 等均錄得3%以上升幅，主要受惠於車企集體承諾縮短支付賬期至60日，提升產業鏈資金效率，利好行業長遠發展。券商板塊亦都表現搶眼，廣發證券01776、光大證券06178、招商證券06099分別上升逾4%到6%，受惠於深港上市互通政策破冰同埋券商回購預期升溫。新消費概念股方面，泡泡瑪特09992再度成為市場焦點，收市升4.25%。其拉卜湖系列限量玩偶拍賣屢創新高 ，IP 日價效應明顯，為公司未來季度增長注入動力。相反，醫藥同埋黃金板塊今日表現較弱，三生製藥01530、四環醫藥00460、海來英06821分別下跌3%到4%。主要因為前期累積升幅較大，資金短線獲利回吐。黃金板塊則因為避險需求回落而集體調整。珠峰黃金01815、中國白銀集團00815、潼關黃金00340跌幅顯著。現貨金價回落至3322美元每盎司，短線承壓。科技板塊方面，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普遍做好，反映 AI 產業主題持續發酵，資金對科技龍頭配置熱情不減。騰訊控股00700、阿里巴巴09988、小米集團01810、美團03690、中芯國際00981等均錄得升幅。行業分析認為，港股科技板塊估值仍然處於近10年歷史低位，盈利增長預期強勁。AI 同埋數字經濟主線有望帶動板塊中長期表現。南向資金年內累計淨流入已經超6600億港元，機構資金成為主導力量，未來仍然有增量空間。從市場驅動因素嚟睇，首先係中美關係階段性緩和，經貿磋商取得進展，顯著改善市場風險偏好。其次，內地經濟數據分化但整體穩定。5月 CPI 略勝預期，市場憧憬更多逆週期政策出台。第三 ，AI 及科技創新產業政策支持持續加碼，推動科技板塊估值及盈利雙重收復。第四，南向資金持續流入，內地流動性過剩同優質資產稀缺矛盾，推動資金配置港股優質龍頭。第五，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，美元指數承壓，外部流動性環境對港股估值形成支撐。值得關注嘅個股方面，泡泡瑪特09992今年以嚟累計升幅超過360%，IP 日價同新產品熱銷帶動業績持續增長。招商證券06099、光大證券06178受益於政策利好同埋回購預期，年內升幅亦都超過170%。
比亞迪股份01211、蔚來 SW09866、小米集團01810等新能源同智能汽車龍頭，受惠於產業政策同技術創新，維持強勢格局。科技龍頭如騰訊控股00700、阿里巴巴09988、美團03690、中芯國際00981等，受益於 AI 產業升級同埋資本開支擴大，盈利增長預期穩健。投資者情緒方面，根據長江商學院最新調查，超過60%受訪者預期未來1年港股將持續上漲，對科技創新同埋新消費行業充滿信心。不過市場亦都不乏擔憂因素，包括中美貿易摩擦反覆、外部經濟環境不確定性、政策落地進度同埋企業盈利恢復速度等。部分投資者認為，短期內貿易糾紛仍然會對市場帶嚟壓力，但長遠睇則有助於產業升級同埋經濟結構優化。資金面方面，外資配置中國資產比例仍然處於歷史低位，未來有望逐步回補，但短線仍然需警惕國際資本流動性波動。總結而言，2025年上半年港股表現領先全球，市場結構性機會突出，科技、券商、新消費等板塊表現強勁，中美經貿關係改善，內地政策加碼， AI 產業升級，南向資金流入等多重利好共同推動市場上行。短期內市場仍然需要關注外部風險同政策落地節奏，建議投資者把握主線，關注優質科技、券商同埋新消費龍頭，同時保持風險意識，適度分散配置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同教育目的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者法律建議。我哋致力於維持內容嘅誠實性同埋透明度，但係唔保證內容嘅完整性、及時性或者準確性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包括本金損失嘅可能性。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，請諮詢專業財務顧問。